第10章，耶稣叫12个学生来，互因官兵，为赶污鬼，佮医治逐款的病症。这12个学生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佮称彼得，佮有伊的兄弟安德烈，西比泰的囝雅各，甲雅各的兄弟约翰，腓力甲巴多罗买，多马甲税吏马太，阿力菲的囝雅各，甲达太，奋锐党的西门，佮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找这12个人去，吩咐因讲：外邦人的路，恁毋通行；撒玛利亚人的城，恁毋通入。宁可去以色列家买食的羊迄位，哪行哪传讲天国近啦，医治病人，互死人搁活，互太高的清气，将鬼赶出去。恁白白得来，也着白白的放撒。袋仔内毋免带金银铜钱，行路毋免带袋仔，毋免带2领衫，也毋免带鞋甲管仔，因为工人得到啉食是应该的。恁无论入倒落一个城，倒落一乡社，就探听迄位一嘴是好人，就踮伫伊的家，直直踮到行的时阵，入伊的家内，就甲因请安。迄个家若配得平安，恁所求的平安，就的确临到迄个家；若未配得，恁所求的平安，犹原归恁。凡若无接待恁，无听恁的话的人，恁离开迄个家，也是迄个城的时阵，就将骹顶的尘土搬落去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甲蛾摩列所受的，比遐个城较容易受呢。我找恁去，亲像羊进入狼群，所以恁着灵巧亲像蛇，顺良亲像精仔。恁着提防人，因为因要将恁交互公会，也要伫会堂内鞭拍恁，并且恁要为我的缘故，受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，对因甲外邦人做见证。恁受教的时阵，毋免看虑怎样讲话，还是讲什么话。到迄时阵，的确适合恁着讲的话，因为毋是恁家己讲的，就是恁的爸的灵伫恁的内头讲的。兄弟要将兄弟，老爸要将囝儿送到死地，囝儿要甲爸母做对敌，害死因，并且恁要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。只有吞忍到底，的确得到救。有人伫这个城里困逼恁，就逃走到迄个城去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色列的城，恁还未惊遍，人子就到啦。学生袂话悬给先生，奴仆袂话悬给主人。学生甲先生一样，奴仆甲主人一样，也就罢了。人既然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伊的家人呢？所以毋免惊因为遮坎的事，无显露出来；温坑的事，无互人知影。
我伫暗中甲恁讲诶，恁要伫光诶位讲出来。恁耳仔中所听见诶，要伫厝顶宣扬出来。迄个太身躯袂为太灵魂诶，毋免惊因。只有为将身体甲灵魂拢灭伫地狱诶内面，正正着惊诶。两个麻雀，毋是卖一分银吗？若是恁诶爸毋准，一个也袂会落伫地上，就是恁诶头毛也拢受烧过。所以毋免惊，恁比真侪诶麻雀较贵重。凡若伫人诶面前认我诶，我伫我天顶诶爸面前也的确认伊。凡若伫人诶面前无认我诶，我伫我天顶诶爸面前也的确毋认伊。恁毋通想我来是互地上太平，我来并毋是互地上太平，就是互地上当刀兵。因为我来是互人甲老爸生疏，查某囝甲老母生疏，新妇甲大家生疏。人会对得，就是家己家内诶人。疼爸母，过头伫疼我诶，袂配做我诶学生；疼囝儿，赢过伫疼我诶，袂配做我诶学生。无背着伊诶十字架grund底我诶，也袂配做我诶学生。得着性命诶，得要失落性命；为我失落性命诶，得要得着性命。人接待恁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诶。因为先知诶名接待先知，的确得着先知所得诶赏赐。人因为义人诶名接待义人，的确得着义人所得诶赏赐。无论什么人，因为学生诶名，只将一杯诶冷水，互即个细囝内诶一个啉，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个人袂话无得赏赐。